斷線歌聲。呢度係凌晨3點嘅鬼故，我係子柔。今晚嘅鬼故係關於剪斷電源、清空電池嘅舊收音機，深夜自主播放舊粵曲。閣樓儲物間擺放一部70年代晶體收音機，電源線我直接鉗斷，電持倉徹底清空，硬件完全不具備發聲條件。每當凌晨2點，機身喇叭會飄出斷續嘅老牌粵曲，聲音輕柔，不會突兀爆響。科學角度解釋，樓宇高壓電纜產生強電磁場，老式線圈收音機容易感應舊時廣播殘留電波。我將收音機放入加厚絕緣膠箱密封，落聲依然可以穿透箱體，搬到露天露台擺放，歌聲瞬間消失。機底刻有主人名字，對應舊報紙民生版。一位獨居老翁終日靠收音機解悶，離世時機器就擺在枕頭側。你以為只係電磁感應雜音，其係長者依附舊機重溫心愛樂曲。若你跟隨旋律輕聲跟唱，耳邊會清晰感受到多一種平穩嘅呼吸聲貼近。